歌唱影片资料库目录，歌唱影片资料库目录。那如何把它加入播放清单呢？你要看那个影片短短的才是，影片呢长度短的才是歌唱或者演奏的。如果时间长的那个是综艺节目的呢？榕树下参考日本歌曲的，然后制作出来的。来了，你有没有看到香旗乐团呢？有看到香旗乐团也有在演奏那个榕树下的歌曲。香旗乐团在庙会哦，在庙会常常有活动，参加庙会的活动，因为演唱国乐的，一般的歌曲也会，你看。